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，今天是2025年7月21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天水幼儿园血铅异常问题。这个天水幼儿园铅中毒这个事情提及调查以后，昨天官方这个通报终于出炉。我想大家恐怕都看过了，对官方的通报可以说是非常详细，表面上这些能查的都查了，面面俱到，非常详实。如果要打分，我个人打分，我给他打10分，满分如果是20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这个通报虽然很详实，但是就通报本身里面有一些问题，就似乎有所侧重。也就是说，他有的地方说的很详细，但是有的地方似乎又是有意无意的忽略了，或者他是没有交代清楚。恰恰是有意无意忽略的地方，反而是大家最关心的。这份通报包括这个处理，看上去都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个责任人该抓的抓，该问责的问责。我看是6个人被抓，对甘肃省卫健委党组书记、主任、省卫健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，甘肃省疾控局局长，下面是天水市市委书记、天水市市长、平洲区区委书记，分管教育的市副市长，分管这个市场监管的副市长，天水市麦集区书记、区长，天水市麦集区分管教育的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工作副区长，一共10多人立案问责。具体问什么责，最后承担什么责任还不知道，已经立案调查。这个你不能说力度还是很大的。对公众所关心的，你比如说是环境污染、地下水污染等等，这个都做了详细的排查。事实证明问题就出在幼儿园，这个和我们以前做节目判断也差不多。因为如果是环境受污染、地下水破坏等等，那问题就不应该是在幼儿园集中爆发，也其他地方也应该有小孩血铅超标，就同时期，但是没有看到有报道，所以问题还是在幼儿园，也让天水的老百姓能够放松一下。但是正因为是在幼儿园，所以也有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方。这个情况通报说，这个2024年初，鹤石培新幼儿园园长朱某林为提高幼儿园招生吸引力，想通过增强食品色泽度和美观性来吸引幼儿喜爱和家长认可。经投资人李某芳同意，授意厨师霍某霞购买颜料添加制作食品，同步拍摄照片、视频，并持续组织在微信群和朋友圈转发。这个园长朱某林在幼儿园就餐时也食用添加了颜料的食品，经检测其血铅值为169.3微克每升。另据调查，该幼儿园曾购买使用天然果蔬粉，也就是食用色素，价格是5.04块每100克，较颜料价格低，但使用比较后认为掺入颜料更鲜亮。这个犯罪嫌疑人有了，谁是主谋，谁是指使，谁具体实施的，这个都非常详细。为什么不用色素而用这个颜料添加剂？这个调查很详细。这个犯罪动机，咱们都说你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，你得解释得清楚，你总不能说你没有任何动机你就这么干，得有动机。所以这个调查报告说得很清楚，动机就是想提高幼儿园招生吸引力，多招些人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投资人李某芳他投了4家幼儿园，但是只有这个鹤石培新幼儿园出现了血铅超标，好像是这样。原来是园长的主意，但是他是经过了这个投资人李某芳的同意。其实我个人判断，那就是园长朱某林是主谋，他是为了提高他这个幼儿园的业绩，这就是动机。向上请示了投资人李某芳，下面指示这些厨师去购买颜料来制作食品，害人害己。这个园长朱某林是主犯，就是我个人分析，他是主犯、主谋，结果自己把自己血铅也搞超标了，他自己也吃，那就说明他是真的是无知无畏，他真的是不知道那玩意血铅会超标吗？上面不都写了不能食用吗？厨师有没有吃？没有说。我在以前节目说过，就是这个主意到底谁想的？这玩意不是临时研发的，食用色素加了之后颜色不够鲜亮，
加这个颜料，颜色鲜亮，这是谁原创？我认为这个挖的不够深，如果这个挖的深，恐怕又挖出别的问题。他挖到这儿就戛然而止，这个比较让人遗憾。为什么说这个园长朱某林蠢呢？你明明找个人给你 PS 一下就行了，何必费劲巴拉的里面加颜料，完了自己还吃？他目的就是在这个微信群和朋友圈转发嘛，那你 P 个图就完了，基本上不花钱。你用食用色素再 P 图，又安全又美观，效果还好。他为什么选择用颜料？这就是无知者无畏，这是第一个疑问。但是好歹人家把这个动机说了，你这个朱某林这么干，目的是干啥？那下面一个问题就不好解释了，这就是我说的很遗憾，也就是天水和甘肃当地为什么他们检测的结果和西安不一样？这次调查组专门详细的把这一块查清楚了，也说清楚了。关于血铅检验检测数据调查情况，调查发现，2024年5月1号到2025年6月30号，这应该是14个月里面，贺石培新幼儿园共有7名幼儿在该院进行血铅检验发现异常，也就是案发前有7名小孩在天水第二人民医院进行血铅检验发现异常，7个人里面有5个人的血铅检验报告结果未修改，有2个人的报告结果改了，一个是292的改成42，一个是440的改成103。我看了一下，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的，他7个人里面，他把2个最高的给改了，一个是排最高的是440，排第二是292，这2个他给改了，剩下的5个他没改。这个调查组的结论是对同一幼儿从2024年11月初次检出血铅异常，后半年内又有5次检出血铅异常，没有警觉。对同一幼儿园连续7名幼儿先后检出血铅异常，没有进行系统性关联性分析研判，没有向贺石培新幼儿园进行提醒。这个通报他解释说是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及其检验科管理混乱，岗位职责落实不到位，实验室质量控制执行不到位，相关检验人员缺乏系统性培训，该复检的未复检，且直接修改检验结果，严重违反职业操守，严重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、医疗机构临床实验管理办法、血铅临床检验技术规范、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等相关规定。调查还发现，该院检验科此前也存在违规修改血铅检验数据的问题，纪检监察机关正在深入调查中。这个关于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修改数据动机是什么，他没有解释。你前面那个幼儿园的园长，他们为什么要往这个食品里面加颜料，动机说得很清楚。所以说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及其检验科，你说他管理混乱，岗位职责落实不到位等等，这个不足以让他去改这个数字，把最高的2个是吧，440的给改成42，改成103，292的改成42，把2个最高分给他改到最小。动机是什么？这么改有什么好处？要交代。下面说，另经调查确认，7月2号至3号，贺石培新幼儿园血铅检测由甘肃省疾控中心承担。你看，这就是后面事发了，舆论已经关注了。好，甘肃省疾控中心对这些幼儿进行这个血铅检测。调查组得出了结论说，调查发现，甘肃省疾控中心检测人员7月2日至3日在检测贺石培新幼儿园幼儿和教职员工共267份血样本时，将检测样本震荡摇匀后静置时间过长，也就是它静置了2小时40分钟，导致出现血浆和血细胞分层，取样时未混匀，仅取上层血浆进行检测，严重违反操作规程，导致检测结果与实际值出现巨大差异。调查认为，甘肃省疾控中心对重大任务不重视，指控体系不完善，应急检测技术评估不充分，检测操作不规范，对生物样品检测方法在精密度、准确度等关键指标方面没有严格质量控制管理要求。本次血铅样本
检测在方法有效性、数据合理性、原始记录、指控措施、报告数据等方面未进行严格审核把关。开展血铅检测任务前，在人员能力、经验、指控样品、新建检测方法等方面未对检测任务进行充分评估，未制定相应的质量控制措施，包括样品加标、平行测量、异常值复测等。这个疾控中心和天水第二人民医院就不一样了，第二人民医院是深改指标，甘肃疾控中心人家用了一个聪明的办法，他这个办法你只要是正常考上本科、工科或者理科的，你做个实验的都知道，化学实验，他这个是把这个样本血浆放在那儿静置将近3个小时，导致血浆已经分层了，他就取上层的去检测，表面上看是他检测不规范，是技术原因。按道理取样的时候你要摇匀，这个他没有摇匀，他就取上面的，这是失误吗？所以说无论是天水第二医院主观性比较强，他就直接改了，说明他，那你要问他改的目的是什么，动机是什么？这个疾控中心他就变聪明了，甘肃疾控中心他把主观性隐藏起来了，变成一个好像是失误、技术问题，实际上他这个技术失误背后还是主观问题，也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？是简单的失误吗？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。他为什么要把它放3个小时再做？这么紧急，网上都已经吵翻天了，舆论，他怎么可能还在那放3个小时以后再去检测？静置时间那么长，这玩意儿越快出结果越好，给网友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。结果他静置将近3个小时，完了之后取上面的分层以后的，这个铅的比重大，它肯定沉到下面去了。你上面测上面的能有铅吗？那这么聪明的办法谁想出来的？这能是简简单单的失误吗？简简单单是技术原因吗？说没重视，这个得出结论是甘肃省疾控中心对重大任务不重视，指控体系不完善。你看看，把一个主观的问题变成一个技术问题，技术问题就没有动机，那就纯粹是失误，对吧？我水平不行吗？把它总结主观原因的时候，又变成是对重大任务不重视。所以你看，巧妙的回避了他的动机是什么？无利不起早。幼儿园的园长是为了多招生，所以加颜料，这我们就信了。虽然说他完全可以 P 图的，也能达到目的，但他就是不 P， 他笨。那天水第二医院他修改，他的动机是什么？你好好的改它干啥？你测出多少就是多少，你改的责任就是你，你不改它跟你没关系。为什么要改？那疾控中心为什么要犯这种看上去很聪明的错误？你看这个调查发现，甘肃省疾控中心在接受该重大紧急任务后，没有引起重视，组织管理不力，主要负责人简单随意安排血铅检测工作，检测人员严重违反操作规程，导致检测结果严重失真，后又通过多种方式逃避责任，阻碍调查。你看后面这个主观性又出来了。如果说他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如果他真的是无心之过啊，我业务生疏，我就是做错了，那他只要没有主观的，对不对？他就没必要去通过多种方式逃避责任，阻碍调查呀。我是无心之错，没有主观故意。所以说啊，调查组也说了，对这些人都立案审查调查，希望在这个调查结论出来之后，要把他们的动机要说清楚。恰恰最关键的部分就是这个动机。为什么他们看到这些血铅数字的时候，他们要造假，他们要修改数字？为什么200-300份这个样品血浆样本在这儿检测，疾控中心他要采取这种手段？一定有深层次原因。你只有把这个原因给揭露了，才能真正的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这些责任人应该查，应该法办，他们应该付出这个法律的代价，这没毛病。但是如果仅仅是处理这些人，让大家爽一下，安抚一下晚上这个情绪，那只能解决一时，下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，因为你后面的制度性的因素你没有深挖。为什么会出现大家要去造假？如果不造假，这事早就发生了，就被发现也不至于这么多孩子，200多个孩子受到铅污染了。有的孩子身体不好的，或者因为每个人身体不一样，有的孩子恐怕终身的要去排毒，一辈子都受影响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不深挖背后制度性的原因，只抓几个人，
只办几个人，那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发生。你只有把这个制度性原因找到，对它进行整改完善，才能尽可能杜绝天水幼儿园铅中毒事件再次发生。所以说，通报他把表面的这些东西说得很清楚，深层次的动机这个成因没有去深挖。当然了，也有可能说我这调查还在继续，那我们再等他后面的调查结论。按理来说他已经对抓了6个人，完了又对7个人还是10个人审查调查，应该是21个人。我们要看他最终的调查报告、审查报告。大家还记得2020年口罩期间，武汉，咱们就不能多聊，实际上是一样的道理。这样的悲剧还要重演吗？这种疾控中心重大卫生事件，疾控中心是有通报机制的，有警报机制，为什么失效？你看看天水第2医院，对吧？甘肃省疾控中心，正因为有他们这样的操作，所以你疾控才会失效。为什么要让它失效？所以我说深层次原因你要不挖，那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。第二个，咱们再聊一聊一个话题，也是比较热的。前不久辽宁朝阳有一群叫暴走团吧，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，喊着口号，举着旗子，沿着人行道，沿着这个路往前走，结果就碰到了消防车还有救护车，双方叫狭路相逢勇者胜，互不相让，都认为对方应该给自己让路。这个事情在网上引起热议，大家看视频。这种为自己的健康却让社会得病的行为由来已久，显然已经不是媒体报道、公众道德谴责就能真正解决的问题。暴走团用法不责众来为自己做支撑，但最该出手的恰恰应当是法律。如果法律都不能治理这样侵害路权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治国又怎么能落？这个是央视名嘴白岩松对这种暴走团的一个评论，说什么要用法律来对付这些暴走团。实际上不光是暴走团，还有很多广场舞，还有很多其他的群体性的这种运动，经常会造成扰民，造成对别人的侵犯，也被广大网友和其他人所诟病。这种现象好像只有咱们这儿比较流行，或者是叫你扩大一下，华人比较流行。当然了，你不能说别的地方没有，别的国家或者别的民族恐怕它也有，但是流行这么风靡，什么广场舞、暴走团，还骑行圈，一次几十辆车，还跑步圈、跑团。我记得我在以前节目说过，为什么咱们喜欢这种形式，这个也是我们要分析的，而不是说分析它的危害，它怎么样去对付它。我们要知道这种成因是什么，它的土壤是什么，它的背景是什么。为什么人老了的退休了他就去干这事，有的人没退休他也干这事？实际上说明第一个人，中国人更喜欢集体，对集体也有一种莫名的这种情愫。这为什么喜欢集体？它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，当然这是我个人分析，供大家参考借鉴。就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我认为中国人的自律比较差。比如你要锻炼，你要骑行，你要跑步，你比如你走路，你跳舞，他自律差，所以但是他要坚持去跳，要去运动，所以他就喜欢报这样的团儿。报了团之后，多少有纪律，有这个规矩约束你，有人老叫你，到点了你就得去跳舞。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，你经常会自律性差，他就有可能3天打鱼2天晒网，4天晒网，也有可能再坚持不下去。报这种团更有利于他坚持下去，实际上就是以这种团来弥补他的自律性不足，由别人来管，这是比较迷恋集体的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教育，从小接受就是这种教育，无论是在学校，还是在后来工作，还是后来做其他的，都依赖于这种集体组织。在上小学有集体，上初中、高中、大学不是那种崇尚个体，这种教育潜移默化。你比如说，你看朝鲜，你看前苏联这个国家影响比较深的，你看他们都喜欢干个什么事，这些不能深说，大家自己去想。我记得前不久特朗普不是在白宫搞了一次阅兵吗？结果让很多正能量笑掉了大牙，这简直是开玩笑，这小儿科，这叫什么阅兵？松松垮垮的，那简直叫游行。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暴走团摆着整齐的队伍，拉着横幅，举着旗子，喊着统一的口号，你就知道他学的是啥。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这样的梦，他们不能去广场上去踢去走，那我自己创造一个条件走还不行吗？他就是在模拟，他是在自己内心，在自己的环境里面复制一个这样的场景，自我满足。
这个就像咱们媒体有报道，不是有的地方还乡长还县长，他也搞阅兵吗？为啥？为什么乐此不疲？我想起一句话，叫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楚王好西药，宫中多饿死，对吧？你只要朝鲜这种白天晚上夜里搞这种活动，整齐的方阵，整齐的步伐，对吧？这些东西如果还大行其道，大家还喜欢，看着之后热泪盈眶，那暴走团，那广场舞，它就不会消失，因为我们喜欢这样东西啊。白岩松说拿法律的武器对他，你凭什么对他？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，人退休了，人家实现这样的梦想，要过这样的日子啊，只准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点灯是吗？只准你们搞方阵，搞这种整齐的步伐。所以说白岩松的评论表面上看很给力，实际上他不敢说到点子上去。你看看全世界有哪个国家的老百姓像中国人这样喜欢跳广场舞，一起去扰民？他站着这个篮球场，他站着广场，他站着停车位，他站着大马路，还暴走团也是根本不顾别人，人家就要走马路中间，他没有给你在前面这把封路限行就已经不错了。我觉得以后这暴走团有条件的，完全可以在前面把路给你封上，把你车给拦住，让人家先过。电视上不都这么演吗？那凭什么不能让人这么干？你看他们那个步伐，像极了重大节日这个是什么之后的游行。这就好比那个央视春晚，是吧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这个春晚，这大家自己可以去查查。你正因为央视春晚流行以后，各大企业不就开始流行也搞年会吗？现在没钱了，很多企业都不搞了，年会花钱，有样学样，各个企业也搞各种晚会，我学的不就是春晚吗？你总不能说央视搞春晚是可允许的，别的企业搞这种晚会那就不行，没这道理。所以说，当消防车、救护车遇到这个暴走团，那纯粹是美丽的误会，特权遇上特权，咱这属于没协调好。这个不是拿法律的武器，这应该是协调。广场舞、暴走团、各种骑行、各种运动的这个组织，它还是高度组织化的，它里面也分等级的，等级森严，有为首的，有组织者，还有各种不同的职责的分工，这就是个大集体啊。每个人在里面各司其职，着装要统一的服装，它好多套，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服装，还有旗帜、横幅，还有各种音箱设备。犹如长期的受这种熏陶，所以很多人他即便移民润到了美国，到了西方世界，他也要跳广场舞，还是要叫鱼找鱼虾找虾呀，凑到一块堆去跳广场舞，要么就是暴走团。只不过人家那地方不惯着他，因为那地方就西方他没有这个土壤，没有这个环境，人家理解不了。我有的时候在想，因为我也在锻炼身体，在健身。你喜欢走路没毛病，那为什么不能自己走，非要报个团，大家一起排着队走？你跑步你就跑就完了，为什么非要好几十人排着队跑？所以说来说去，还是内心的一些东西的投射，还是喜欢被人管，喜欢一个组织约束他。就这些人，他内心深处他没有自由这个概念，也没有自主这个概念，打心眼里面还是叫奴隶。无论他走到哪里，这就是到了美西方，那他还是奴隶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